天主教灵医会神父米克林伊来台湾已经61档，为宜兰艺术文化来奉献，也以成立南洋舞蹈团，正做第一个伫咧天主教总面头前表演的团体。米克林更加是推动宜兰国际动员节重要人物，伊邀请真济国际团体来到这个宜兰表演。官府为着要表达感谢甲敬意，今日是发英语冠名证予米克林，米克林正做全馆第16个英语冠名。感谢大家的祝福。天主教灵医会神父毕克林来台湾61年，长期为宜兰艺术文化的重金来奉献，成立南洋舞蹈团，正做全球头一个伫天主教总面头前表演的团体，为台湾做好国民外交。代理馆长林茂兴颁发英语冠名证予毕克林，表达敬意甲感谢。因为毕克林也是宜兰热天重要的活动，国际动员节无法推卸的人物，邀请真济国家表演团体到宜兰演出。互动员节正做亚洲第一个得到国际民俗艺术协会认证以囡仔为主题的国际民俗艺术节。这段时间呢，我生病了，但是回去了。影响他们。毕克林神父表示，虽然即马身体无好，不过也是会继续工作。时常到南洋青年会甲舞蹈团关心，影响搁较侪人。伊即马工作的重点是人才的培育甲传承，确保伊伫台湾所做的代志会使继续传出去。伊表示，家己是宜兰人，搁较是台湾人。所以我们每个国家都很成功，每个国家都很喜欢我们，所以。我是台湾的证明。毕克林神父是宜兰第16位英语冠名。县政府表示，动员节已经累积100个国家、433个团队到宜兰演出，佮吸引超过1219万旅游人次。这拢也感谢毕克林神父的付出。英语冠名唔但是对神父的肯定，也表达所有宜兰的乡亲上诚心的感谢。国际新闻采访报道。